兵饵站。好，来，咱开始吼。1647年8月28日啦吼，也是晴朗舒适的天气，风大部分对东南方吹来。这几天无用伫将要运去日本的存落来货物来装入去边堆船 Hellegarsberg 号，作为本季派往长崎最后一只船，将会伫明仔载起来出航。又搁最近所载来属伫西那行李箱叫做江少的迄5000匹的麻布，因为介绍无法度得到伊的同意啦吼，因此伫伊的请求之下，阮伫个议会里来决定讲，迄批麻布由伊来承担风险，将会用即个上述的迄只便堆船来载去日本，伫遐来卖。卖了所得每100两，伊敢若会当得80两，公司要抽20两。要送去日本的物件，照例啦吼，伫个议会里签名了后，交互便堆船 Hellegarsberg 号的主管，并且含伊来试行，以便如拄则所讲的吼，明仔载起来出航。有4只篷船航往大港，坐34个西那人，拢敢若载底层物。8月29，炎热的天气，风对西南风吹来，便堆船 Hellegarsberg 号早起趁着海流来起定，要航往港外，但是因为阵风，只好佫停落来。约落伫个上午10点钟，看见海上有一只船对北方驶来，因此呢，派领港船出港要去带迄只船甲迄只船的消息照转来互阮。伫个即个期间，便堆船 Hellegarsberg 要留踮咧遐停候，无定该船对巴达维亚或者是马尼拉有啥物货物要送往日本的吼。若是有，迄只便堆船将会甲因做伫个载去日本。有一只高压船对打狗来遮入港，坐10个人，载有100担的茶。8月30号，好天，风大部分对东方吹来，因此昨昏来即个港外迄只船，今仔日还是无法度入港。毋过，领港船有早消息转来讲，迄只是便堆船 Passion 号，是经由马尼拉航道来的。根据上级商务员 Jacob Hansbrook 会来批，因含快艇 Louis-Par 号含便堆船 Jacqueline Lift 号，自从7月11号就伫个Cabo de Espiritu Santo 以及一个 San Clara 中间来顺翼吼，自新西班牙就是墨西哥啦吼，就是因对7月11号就踮咧即个 Cabo de Espiritu Santo 和 San Clara 中间来咧顺翼对墨西哥来的即个载运的船，但是一无所得吼。就是迄当阵啊，对墨西哥船伊是行太平洋过来吼。也写讲，我方伫个马尼拉头前用14只船所组成的即个舰队，伫个因到遐的3天后，就是6月13号，军我即个卡维蒂城堡下面去迄个甲停伫遐受该城堡保护的3只甲咧将船拍歹，去甲伊攻击啦吼。双方拢竭尽所能来发炮射击，因为遐有沙洲，所以我方的船无法度去烧歹对方的迄寡船。等下吼。
竭尽所能的竭，我阁袂记到底是第4声、第8声。哦，本身就第8声，所以读第4声吼，变调第4声，竭尽所能来发炮射击。但是吴方的船伫遐，伫迄个持久又阁猛烈的射击当中，被对方对迄寡Garjoin 船以及迄个城堡射击甲非严重受创，就是吴方的船啊吼，被因的炮拍甲严重受创吼。伫咧半工的战斗当中，50个人死亡，73个人受伤，因此过两日就撤兵后退，甲舰队分做4队，就是司令官 Martin Garrett de Vries 所带领的大船 Amboina 号、威索号、Middle Birch 号、Amsterdam 号。以及快艇 House 号和 Waterhound 号去封锁马尼拉海湾。副司令官讲拄分做4队嘛吼，拄则讲的这是一队。第2队副司令官 Peter de Goyer， 伊就带领快艇 Rensburg 号、Heemskerk 号甲边队船 Koning van Polen 号去蒙邦附近。顺益对新西班牙来的西班牙载军的船，一直到7月最后一天，上班到8月10号，这第二组啦吼，去长单个即个对当兵来的船。第一组去封锁马尼拉湾嘛吼，马尼拉湾应该是伫西边，我会记，看一下地图诶。这邻国吼，无介远。马尼拉湾伫咧西边吼，就是即个吕宋岛的西南边遮吼，一个海湾吼，就伫马尼拉，即个海湾边仔就是马尼拉吼，海岸。第2队吼，去当兵，当单要对新西班牙来的船。另外第3队呢，上设上务员 Jacobus Hansbrook 伊所带领快艇 Reaper 号、比对船 Patience 号甲一个 Gekrond Lift 号去 Cabo de Espirito Santo 甲 San Clara 中间。相款哦，像头前迄队相款，安尼伫顺益，所以第3队嘛是伫咧要即个长单对新西班牙来的船，但是伊这是伊的路线伫即只吼 ，Cabo de Espirito Santo 甲 San Clara 啦，即毋知两个啥物所在，可能是菲律宾的2粒岛吧。我查看觅啊。Cabo de Espirito Santo 查无，因为后来菲律宾的名，应该嘛是阁是依持即个西班牙名，应该袂改才对啦吼。另外一个叫做 San Clara 啦。但我想看嘛，若是安尼，我直接找菲律宾，无啊那圣格拉拉，Santa Clara 伫咧菲律宾一队啊，地名即个共即个地名一队啊。10外个，但是无一粒岛叫做山达克，有啦，伫咧东北边，毋是，这毋是岛，是海边仔尔，一个半岛。
好，歹势找无吼，另外一个所在找无。咱搁继续看吼，第四队船长 Dirk Johnston 带领快艇 Dromedaris 号甲比对船 Koenig David 号去卡加站附近，像头前迄队安尼来巡役。除了即只比对船 Patience 号了以外，奉巴达维亚当局的命令，要航来此地的船只，还有比对船 Koenig David 号、Koenig Van Palen 号，甲快艇 Dromedaris 号。要航来此地，应该是指即个台湾啦吼。因为咱拄则讲的就是迄个有一只船伫咧港外嘛，叫做 Patience 号嘛吼，伊是甲即寡消息带来即只船嘛吼。伊讲除了即只船要来航来即台湾遮，另外迄三只嘛会来吼。Koenig David、Koenig Van Palen 甲快艇 Dromedaris 号。好，继续看来。有一只胖船对平湖来遮入港，坐13个死仔人，载来100只鸡甲3只猪。然后一只胖船对新港啊来到遮，坐22个人，载有5000领落泡，20领水落泡，500刀的豆仔甲15刀的即个挂菜籽。OK， 8月31号，风甲天气犹原像即几工。午后无偌久，便对船 Patience 号来入港咯，吼，来到即个城堡下面遮停船。便对船 Hellegasberg 号也装上阮昨所收到的落泡，将会伫明仔载出航前往日本，愿上帝保庇。有一只胖船航往淡水，坐12个人，载有10担糖、100包薰草、50领死仔的长衫、5罐的阿拉酒、10匹的空眼布，甲100捆的稻罐。好，8月结束。9月，哇，9月搁较冷，9月搁较冷啊！应该足紧就读了。9月初一，好天，空气有一点阴沉，透北风。上午又搁看见海上有一只船对北方驶来，吼，无久以后就来港外南华遐停。有一只胖船航往西南沿海，坐33个人，载有36篮的鹿仔肉、4篮的大蚵仔、130担的大香木，甲30担的胡椒。有一只胖船航往德昌，载有11个人，载去150担盐、40稻米、15担糖、180捆的稻罐、35匹的几年的即个麻布，几年的钱内啊吼，甲5匹的空眼布。9月初二，晴朗舒适的天气，透南风。歹势吼，凊牙片。9月初二，晴朗舒适的天气，透南风。早起接到消息讲，昨来港外停的迄只船呢，是快艇 Dromedaris 号。拄则讲有3只要来嘛，3只对巴达比亚来即个平对船吼，其中是只快艇啊，是一只吼。已经完全准备好航行的事宜，停伫遐的平对船 Hellegasberg 号，因为无其他的货物要载去日本，所以就起定真紧出港，航往海上驶出阮的世界，载着17800外号吨的货物要航往Nagasaki。下晡，快艇 Dromedaris 号来顺利入港，对坐该船来的朋友接到司令官 Martin Garisse de Vries 寄来一张批，
数期是今年6月20号，内容是基本上和顶头迄个6月30号所在常设上务员 Jacob Hansbrook 所来配的内容差不多啦吼，就是报告迄个海战的情形吼，向拍甲稀落落去。只是对6月13号迄场战斗有一寡所在讲了搁较详细吼，也提起着讲，请阮对遮吼为该舰队来补给2万磅的火药甲大量的炮弹，包括着24磅、18磅甲12磅的炮弹，因为因真欠缺即寡作战的即个武器啦吼，也对该批来知影讲快艇 Valley Cambridge 号为着要增援伫咧马尼拉的舰队，该栋快艇 Rainsbridge 号当作航离巴达维亚，但是伫咧板卡东边的 Uproar 弄破吼，准弄破。板卡嘛毋知啥物所在吼。不过人员甲大部分的货物拢抢救起来了。也像顶面8月30号已经所讲过的安尼，变做迄阵 Connick David 号和 Dromedaris 号预定要航来遮，而且这2只船呢已经该动其他的船只航离因所分配的顺益地点卡加卷，但是呢，顶个月17号，就是拄则讲的这要来台湾这2、3只船吼，因本来是敢若是第4个舰队还是第3队啦吼。即嘛离开迄个所在嘛吼，但是顶个月17号，伫咧小琉球岛的南边约8里的所在，飘离开其他的船只，因此也未看见这2只船来吼。今仔日变做迄阵 Sandic 号已经甲伊对暹罗所在来货物落了，下晡搁去停伫咧海楼顶。9月3号、4号、5号，也是好天，风向不定。有一只篷船航王 Dorinap 坐14个人，再有70担盐、20袋米甲5匹的空安布。也有一只篷船航王西南沿海坐16个人，再去50担的护照、160担的大香木甲14袋的槟榔。对西南沿海有一只篷船来遮入港，坐13个人，载来下日的货物，25罐的山水，150捆的稻罐，7担的盐，10担的粗纸，2只水牛甲1只驴仔。这几工也伫为着变做迄阵 OS 号吼，装载要送去巴达维亚的货物。9月6号。风甲天气愈动，这几工对放索啊有一只篷船来遮入港，坐19个人；对丹角也有一只篷船来遮入港，坐6个人。这2只拢是做军队伫咧丹角失事的迄只篷船吼，一只篷船所载来一批即个大香木甲护照，这咧写看无，意思是讲做军迄只失事的。所载迄只船，因这2只船甲载来款吼。有3只篷船对此地航往西南沿海，合计坐有90个人，载有820担的护照、51担的丁香、40担的绿豆裤、30担的藤、200支的水牛角、36篮的鹿仔肉、8篮的大蚵仔，甲3担的贼。阮收到士官 James Van Den Burch 对卑南所寄来一张批，来知影讲，迄个地区只敢有几个村庄，犹阁算和平相处。巴内利斯村民对欧罗村去挡2粒人头，杜克博斯村民也对基内布罗村即个庄头去挡1粒人头，尤其是巴塞拉村民特别嚣摆，伫咧做军即几工，就对即个苏布拉村剁2粒人头，对塔波隆村剁4粒人头，对贝勒基奥村去剁1粒，对马太湾村剁6粒人头，哦，真多。
日本村民来请求和公司和解，但是卑南的长老认为讲因毋是诚心来求和的。而即个 Teroma 村民依然是咧顽抗吼，和以前共款敌对，和阮敌对吼，以及阮的盟友来敌对吼。因此呢，迄一角位仔的道路还佫相当的无安全。无偌久以前，卑南人捌要求要对巴西拉村民来发动战争。该士官伫接到阮的命令以前，毋准因开战。此外，该士官也甲阮讲，过去的8月24号，捌看到一只荷兰船飘过卑南。因认为讲迄只船损害甲真厉害，因为迄时该船又搁对岸边长说搁出海去。9月初7，晴朗而且寒冷的天气。9月的冷，风大部分对北方吹来。午后无偌久，看见一只船对北方航来，就派领工船出港，要去引带该船来入港。有一只高野船对偏湖来遮，坐7个人，载有3大汉字。9月初8，风甲天气如同昨昏。昨昏来即个港外停船的迄只船呢，伫咧要划中岛的时阵顺利来入港，是避雷船 Koning van Palen 号，是奉命对马尼拉舰来处队的吼。因为欠水，致到人员破病，又搁因为季风来无法度进前吼。致到必须要航往佛罗摩萨的东边，驶到东边了吼，所以进前迄个伫卑南迄边看到可能是即只船吼。啊，驶到东边被暴风吹往迄个过人遐，对过人搁带回咧即个书信甲消息。咱来看吼，炸一张批来啦吼。这张批写啥物消息？咱来看。讲队长皮特本对北荷兰城堡寄来的批，数期是本9月2号，内容讲8月25、27、29号，避雷船 Koning David 号和 Koning van Palen 号和快艇 Water Hound 号，经意外来对马尼拉航道来到过人。上述的队长本所坐的即个避雷船 Witvalk 号，也伫咧同个月的29号，就8月29啦吼，到过人。迄寡船拢有人破病，特别是迄只 Waterhound 号，破病的人真多。该船除了因为恶劣的天气来丧失伊的大桅杆甲即个船头的车桅以外，也敢若只剩有4个健康的人。该船的人员对马尼拉航来处队的途中，约有50个人因为欠水甲即个败血症来过身吼。因此呢，北荷兰城堡的主管遂决定要先派避雷船 Koning van Palen 号载着所载来的迄寡抢来现款甲一寡战利品，以及司令官 Dave Rice 来批要来载来遮。Koning David 号将会伫咧几工内吼，互迄寡人员小可休困了后会航来，原来会航来台湾遮。最后，快艇 Waterhound 号也会军队来台湾，也收到带领船只伫咧蒙办顺益的即个副司令官 Peter de Goyer 的一张来批，数期是8月11号，内容主要是叙述我方的舰队回航马尼拉头进前所发生的代志，如同顶一张批已经甲阮讲的安尼。此外，也有讲一寡其他的代志，讲我方的人捌伫咧蒙办附近攻击几个村庄，互迄遐的居民大惊吓。但是呢，关系到即撮顺益上主要的目标，就是载运的船拢无看到吼。
因要去抢人载困的船，结果拢无长单足久拢无吼。迄张司令官 Dave Fries 来批是4期8月2号由快艇 Waterhound 河对马尼拉海湾所载来，内容含阮对 Pachanti 号啦，含即个 Dromedaris 号进行来到即只迄几只船吼，收到以前的迄几张批相款，内容大致差不多啦吼。此外，又搁讲我方的人捌伫咧今年6月24号公出马尼拉海湾里迄个坚固的修道院，叫做 Bulkhead，伫遐杀死250个人，有西班牙人，但是大部分是邦人吼，而且除了40个活掠的人吼以外，其中有2个西班牙神父一个神父啦，一个队长，一个中尉，甲一个士官，即挂人拢顺线送来台湾啊。就是除了即个40个活掠的人以外，还阁会得到可观的战利品。不过伫咧该战斗当中，我方有18个人死亡，40个人受伤，又阁因为水肿、败血症和其他严重的疾病吼。以及我方舰队欠缺新鲜的食物的即个困境愈来愈严重，所在的即个粮食也逐工咧减少，因此伫咧秘密会议里决定要派快艇 Waterhound 号载着80个病情上严重的人来台湾遮，互因休困康复，并且来甲阮讲因的困难的状况，再次请求爱阮。按照6月20号的内批所写的，尽量较紧送迄寡需求的物件甲好药去，因为巴达比亚无法度来供应即寡物件。该舰队的主管也用即只快艇载价达4000西班牙里尔的即个香料甲40担胡椒来遮，是该舰队所抢来的战利品。为了公司的利益，踮咧即只要用来交易。我后偌久看见海上有一只船对西方航来，是对西南沿海来，有3只，毋是，另外头前这是断句啊看见海上有一只船对西方航来，后壁是对西南沿海有3只篷船来到遮，载有298个人，载下列的物件。来，我念一下：3篮的白丝，1300箱丝帽仔，200箱面帽仔，6担面粉，200匹又搁26包空眼布，2担油脂，8担书写用纸，140担盐，66捆的稻罐，114包薰草，30罐山水甲6锭黄金。9月初9，小互我唱片者。9月初9，好天强风对北方吹来。昨昏看见迄只船早起来到港外停泊，是快艇 Pop Cambridge 号，是7月25号载着各种食物甲战争的用具，航离巴达比亚要去马尼拉补给我方迄支攻击舰队的。根据该船主管讲，因去到瓦郡即个 Murray Valley 约2里的所在，拢看袂到我方的船，因此该船主管为着避免发生意外，就航来台湾遮，以便会当得到进一步的命令。因此，今仔日议会呢决议对昨昏收到的书信，阮确信我方迄寡船只运动还阁伫马尼拉湾，还阁伫咧距离遐无远的所在。所以决定要派即只快艇明仔载上岸后日，搁再去马尼拉，甲阮写互该司令官的批以及状况所需要的相关的指令，交互上述的主管。详细内容记载伫决议里面，也随决议有关伫上述伫马尼拉头前的我方的舰队遮尔即个困迫的即种状况吼。
昆别啦吼。遮尔侪人破病，就像对司令官 Dave Rice 来批会当看会出来安尼。因此呢，决定要派编队阵 OS 号。为了这个理由，以及为了会当及时载祖国的货物去到巴达维亚，准时对本国的25号也载着上述的舰队所需要物件来出航，经由马尼拉再航转去这个巴达维亚。就是讲 OS 号啦吼，伊要载一寡补给品去马尼拉，吼补给了，伊要驶去巴达维亚，吼去印尼，要送转去祖国的货物，吼。又因为讲接到控诉，讲希腊人伫各所在即个河溪吼放毒咧投鱼吼，严重到讲土人吼，就是在地人吼，已经根本无鱼通掠，因此啦决定讲做军将会公告吼，禁止放毒投鱼吼。希腊人所经过之处吼，会食了吼，会掠了。伫咧掠乌鱼的期间吼，会允准因伫咧河口来放毒投鱼，其他时间拢禁止吼。9月10号、11号，晴朗舒适的天气，风流动昨昏对北方吹来。快艇 Pop Cambridge 号伫咧收到阮所写予司令官 Dave Rice 的批信，甲写予该船主管的指令，并且装入去一寡要互上述舰队的新鲜的食物了后，就趁着风来起定，及时航往海上，如本国9号所讲的吼，将会航往马尼拉。9月12号，风甲天气犹原像以前。今仔日伫咧法务议会里无用伫处理几桩犯罪案件，并对迄阵OS 号装汤的代志进行甲真顺利。9月13、14，风甲天气犹原像这几工。午后，并对迄阵 OS 号基本上已经装满汤了，所以就去停伫咧海楼顶。由并对迄阵 Patient 号来接替来外口站桥，要先甲所在石头落来，然后要装上要再去巴达维亚的汤。好，让2天，9月17，天气也尚款好，但是风虽然大部分对北方吹来，但是比前几工搁较无稳定。写一张批寄去避难，用来答复本国月6号记载来批呢，互士官 John Van der Burch 有关该地区所需要命令，并且命令伊爱通告所有当地居民，因1年1度交纳的贡税，因为阮的善意访温将会甲因宽免征收贡税，只是要证实因对荷兰人完全的顺服利益。此外，也要做来用温柔但是有站在的方法来对付因，因为现在不宜派兵去遐用武力来处罚违反做歹的人。有5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坐139个人，总共载去陆下的货物：14篮的大鱼、39篮的大蚵仔、14篮的鹿仔肉、157捆又搁59担的藤。20篮的糖，255担树木，15篮虾仔，7捆大的沙鱼，20担的鹿骨，甲17刀结酒的纸。1、2、3、4、5、6，1、2、3、4、5，咱5工吼。9月23，还是好天，风大部分对北方吹来，有下日的船只对遮航往几个所在，合计做有65个人。就是有1只篷船航往平湖，1只航往放沙啊，和4只航往打狗，拢敢若载地层物。对西南沿海有7只篷船来遮入港，合计做338个查甫人，甲3个西南妇女。再来下日的货物，
17包空眼布，1135包薰草，2担垃圾的油脂，24斤地米，600袋粗盘啦吼，600捆的粗杯仔，38捆的粗纸，28篮的面粉，2担钉仔，2罐上等的白糖，2担制作要做画底的面婆，10担的糖，10篮的蓝锭。蓝锭啊，应该是色料啦吼，蓝靛吼，蓝锭140担盐，40罐山水，16袋豆仔，2锭黄金甲13只牛，邀3只芳船对丹狗来遮入港，做46个新仔人，再来树木甲1900袋茶帮。5后无偌久，看见海上有一只船对北方航来。9月24，风甲天气愈冻，即几工，昨昏看见迄只船下午顺利来即个城堡下面来停泊，是变做船 Koenig David 号，就是真正讲的3只其中一只，是本国个9号对归人再来真侪出征马尼拉破边转来的人，也带来一张队长本的批。将你来知影讲，因伫遐无用咧做一个哨所啦吼，也伫为着变做船 Witwatersrand 号装上迄寡已经收集的土炭，该变做船伫指定的时间会将的该动快艇 Waterhound 号航来台湾遮。若是讲该船的即个破工会当保护好啦，安尼迄寡病人也较小可恢复健康。今仔日也伫议会呢来读迄寡要送往巴达维亚甲马尼拉的物件，并来签名，含详细指令同齐交互变做船 OS 号。该船现在已经完全准备好会当出航了，并且含因来试行，以便明仔载出航。若是风甲天气来稳准，就要经由马尼拉前往巴达维亚。对丹狗有一只芳船来遮入港，坐20个人，再有对迄只靠浅的芳船所载来的一批大香木甲茶帮，也有2只芳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坐有64个人，载来125担的盐，300捆粗的杯仔甲80捆幼的杯仔，30罐的新仔麦仔酒，3担做画底面婆。5担豆仔，1篮粗关丝，1篮荚铃，2担重盘，2担茴香，甲12篮的冰糖。9月25，舒适的天气，吹东风。早起变做船 OS 号起定要出航，但是因为风止息就是无风啦，因为无风。只好伫咧航离即个城堡无偌远的所在，又搁停落来，所以今仔日无出港。9月30号最后一天啊9月连续浪4天9月30，犹是温暖无风的天气，因此变做船 OS 到单，哇，停死！第5天啊，因为无风，或者是跫流，所以无法度通出港，因此又搁来即个城堡下面来停船以便会当搁较好来照顾迄寡因所在即个精鲜甲新鲜的食物。哇，搁较互你搁较鲜迄当阵也无冰箱啊！好，来继续。10月初2，好天。10月嘛是冷，但是比9月记较侪啦风大部分对北方吹来，有一只芳船对南坎溪来到遮，坐15个人，载有50篮的鹿仔肉，1400领的鹿皮，甲2担的鹿骨。今仔日伫丹狗坐底的迄只船啊对巴达维亚来的芳船的主管，做军经由 Greece 来到遮，来议会呢请求讲，互伊迄寡抢救出来好物伫咧有担保甲议长知情的情况之下，
由伊家己来设法来卖。伊会要求阮着甲伊允准，因为伊想要卖比交互公司搁较贵啦吼，而且安尼做嘛袂有人来受损害吼。也决定讲伫咧车坎甲附近农地的即个切的11色呢，将会伫咧最近要白卖互出价上悬的人。后半夜，此地上安静晴朗，又搁有真水的月光。突然发生强烈可怕的地动，是几年来所无的，连即个城堡甲市镇里的几堵即个壁拢裂开，这壁几啊堵拢裂开吼。伫咧区林吼，这丘陵吼，伫咧丘陵是要安怎讲？小山仑迄个教堂吼，对即个圆拱顶以下也破裂甲真厉害吼！哇，这大地动呢哈！1647年吼，10月2号的款，还是10月1号啦吼，相当安静晴朗的后半夜，真水的月光，伊搁安尼写即个搁写甲遮真实，安尼，互你知影讲即个迄当阵的情形，发生遮个可怕的地动。好，10月3号，风甲天气大部分如同即几工风势较强挂，变做迄阵 OS 号就趁着风来起定，伫咧中昼出港，哇！搁停到搁加停这2工啦，一直无法度出港。入夜的时阵，就已经驶出阮的视界，变做迄阵拍选题号无用伫装糖。即个地动伊是无讲有啥物伤亡啦吼，这应该是真好的代志，无发生啥物死亡。10月4号、5号，温暖的天气，透北风，有一只帆船航往打到一竿仔载有地层软。坐37个人，也有2只帆船航往西南沿海，坐28个西南人载去27篮的鱼，164稻米，2篮的鹿仔肉，11担的糖浆，12担的棉花，甲61担的酥木。有下日的船只来遮入港，合计坐有108个人，就是有3只帆船来自西南沿海，再有65担的盐，6只牛，6只驴仔，甲13顶的黄金。有2只帆船来自对即个放索仔来，再来8担酥木，20领牛皮800片的茶帮，10担的茶到，也有一只帆船对片湖来，一竿仔载地层软。好，咱3工，10月6号、7号、8号、9号。也是舒适的天气，风如动，即几工对北方吹来。对西南沿海有5只帆船来遮入港，合计载有181个人，载来10担面粉、3担重盘、190担盐、50篮的粗杯仔、15捆粗纸、100个粗盘仔、100片的空干布，甲5锭的黄金。有3只帆船对打到来遮。坐34个西南人，载有100桌的做糖桶的茶帮，30担的茶，甲一寡对迄只伫咧遮坐底的即个帆船所载来的材料，也有一只帆船对片湖来到遮坐16个人，载来一寡杂物。5后偌久，变做迄阵拍选题号，基本上已经装好要运往巴达维亚的货物，去停伫咧海楼顶。变做迄阵 Konik van Polen 号接退来瓦克站桥，以便要来装运往巴达维亚。10月10号，晴朗的天气，风向不定。今仔日赤坎农地甲附近的即个州族的11岁，伫咧所有议员在场的情况之下，伫咧公司的定院，按照迄个12个农区以及土地的测量师所测量的结果，白卖要互出价上悬的人。事先，议长每一个拢清楚来说明
上述的农区甲其他的农地已经由土地测量师尽可能来测好了，量好势啊。农区的标记甲面积的大小，拢用中文写做报告，搭伫个厝地石太的厝啦，大家当去查看，拢爱按照即个测量的结果来绑卖，并且每一个白箱无论如何，拢必须要伫6礼拜内爱缴纳有付款，因为无法度知影讲迄寡农地完全正确的大小，有的农地量了较少，想要减少租金的，有的量较侪，应该要追加租金的，拢无要考虑这是啥物意思啊？伊就量过啊，结果讲无法度知影讲迄寡农地完全正确的大小，还是量心酸的。好，因为两种情形拢有可能会发生，就是有可能量少，有可能量侪啦，所以莫计较遮侪因大家来宣布，从今以后不准载米或者是测去时若如同此地已经施行一段时间安尼，无定载米或者是测去时若有利可图，但是毋通以身试法应该持续伫个目前的条件。迄寡农区甲其他的经地如下好，我毋知伊这只一张表啦写农区的名。面积甲即个后壁里尔即个里尔即个钱的计数是拨出去的计数还是安怎我毋知我着照念啦OK， 哇 ，OK， 这毋知是即马台南啥物所在啦真可惜毋知影这啥物所在，就是这古早荷兰人号的地名阿姆斯特丹农区167摩根这拢是摩根好是价啦167300里，我著讲价啦我著无爱讲摩根歹念甲摩根人其实是摩根人。阿姆斯特丹农区167价300里尔，Middelburg 甲 Delft 农区111价半200里尔。Rotterdam 和 Hoorn 农区260价半550里尔。Andrusen 農區87甲200里爾。宋克農區，這個宋克就是第一個台灣長官呢。宋克農區228里爾半500。歹勢228甲半500里爾。第一個即個台灣總統台灣長官啦，第一個台灣長官，佇個刀鋒內海佇個安平遐啦你若掠寫海上隱士即個宋克。第二個過來後一個農區叫做女子農區每一個攏有你看這女子嘛是較好一個女子農區354甲850里爾上懸的啦無第二懸上懸的是這個普特曼斯農區537甲1200里爾。Vandenberg 農區93甲220里爾每一個長官攏甲留名佇遮。Trodenius 農區581里爾581甲1320這個才上懸的1320里爾。Leymeyer 農區159甲320里爾。上述農區以外，佇個清水溪北邊到大目江無娘的這個土地，發現講減量一半。此事已經清楚甲迄寡白箱講，必須要遵照土地測量師的估計甲測量720甲半。
612号。清水溪南平庙港附近所有经地面积毋知102号。好，以上总计3299架6372号。对西南沿海有2只篷船来遮入港。拄则讲这3299架啦吼，其实伊原本是写 Morgan 吼，即个面积吼。那知影即个实际上面积偌济吼，算的，大约我知影讲迄当阵经过农地开发，伫个南部即只吼，台南即到位啊，即个农地开发，差不多偌大偌宽安尼吼。对西南沿海有2只篷船，当然是有兴趣的，家己去查啦吼。我讲国语无啥兴趣啦。以后有做研究的人，家己会去查啦。对西南沿海有2只篷船来遮入港，坐189人，载来19篮的地米260包薰草，88担盐，19包空颜布，25罐三岁，3担面粉，甲4000袋庄仔。10月12、12，规工拢伫个法务议会呢，无用咧处理，并且区分真侪犯罪案件，包括情节轻微甲重大的。有6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合计坐151个人，载去115篮鹿仔肉，39篮蚵仔，179篮虾仔，29袋碎，282袋米，200袋切，360担酥木，7篮又搁9包沉香，88袋又搁17担胡椒，37捆陈，2袋木药，45篮糖甲10袋的木香。10月13，温暖的天气，吹东风，受到士官 John James Van Burch 对避南寄来一张批示机分股去配合，甲阮讲迄边的状况。讲最近避南的人独5粒支本人的头壳，该村庄因为饥荒已经完全分散了。避南的首领甲群众为着要互其他的村庄会惊，完全毋肯答应 Taroim 人要求和解的请求，除非被阮来命令。也知影讲，巴塞拉人也是游玩真嚣摆，最近又搁含阮友好的以及敌对的村庄毒26粒人，去拉出26粒人头。所有的办公室拢含秘书室共款，你无用你结销甲准备抄写要寄去巴达米亚的物件。有2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坐有70个人，载去57篮鹿仔肉，16篮大蚵仔，23篮虾米，186袋米，172担酥木，99袋胡椒，23担陈，4袋木香，6支橡芽，400袋切甲10担的咸鱼。也有1只篷船对上述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坐有43个西南人，载来17篮的地米，64包薰草甲15担的地米。10月14、15、16。风甲天气大部分如同这几工，今仔日伫议会呢，决议因为议长数日前甲几个处地的西南人的首领交谈过，如何会当互西南人的困扰减少到上细程度来征收每个月一遍的即个人头税。结果，迄个西南人首领家己请求讲，每个月固定承担8000张人头税单，因此决定要写批甲巴达米亚当局讲，因为以早有数次巴达米亚当局建议阮讲，爱设法免除西南人遭受士兵的干扰，同时又阁袂去减收人头税的即个收入。也决议讲，因为有几个西南人伫个铁加兰农地
开真侪费用开始咧弄经曲比巴达米亚当局来撤销胡克吼。因此呢，即寡希腊人为着要得以保存一寡生活费，就来阮请求会当免纳11岁。因此呢，决定免除因的负担。详情如决议录所记载。有一只篷船对丹角来遮入港，坐11个人，载来1114磅甲25担的茶。也有一只篷船航往丹角，坐22个希腊人，即敢若载有底床卵。10个17、18，我看内容有做无？好，来搁甲念者。风甲天气犹原像即几工，派变底船 Passion 号先出港去北边的沙洲区下面，停候小船载伊的其他货物去装上倒位？毋知装去伊即只 Passion 号吧。然后要开动变底船 Konik van Palen 号航往巴达米亚，有一只篷船航往偏湖，只敢若载底床卵，载有7个希腊人；也有一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坐24个人，载去41篮鹿仔肉、6篮的蚵仔、16篮的大鱼、90担的苏木、8袋胡椒，甲8担棉花。10个19，好，10个19我读了。好天透北风。今仔日伫佛罗摩萨议会决议，因为本岛东部的巴西佬人对伊附近的村庄，就是阮的盟友，伫遐咧乌白放火杀人吼。如同顶头伫本国个13号所记载安尼。而即个比南人做军来阮请求对迄寡人来发动战争，因此就决定写批去比南，互士官 Jan Vandenberg。该讲阮对此事的决定同意比南人的请求。今仔日也会送迄边所需要的物件去。今仔日也伫法务议会呢来清理几桩情节重大的即个犯罪案件。今仔日变底船 Konik van Palen 号也装好要载去巴达米亚的货物咯。好，10月19号读煞吼。结束啊吼，咱就来关房咯。后日再搁继续读吼。好，多谢大家。